大律師 Angel 啊，越近年結咧，就越嚟越多老闆談及到，因為今年取消咗強積金對沖，而衍生出嚟咧就係一個長期服務金計算，而因為呢一個長期服務金計算咧，就會影響到嗰個損益表啦，衍生咗另外一個法律問題而產生，就係可能會洩漏員工資料啦，因為要將呢啲資料咧俾第三方去作為計算啊。對於公司或者呢個第三方會有啲咩嘅風險或者責任呢？如果一間公司咧需要將員工嘅資料俾第三方啦，咁呢間公司應該得到員工嘅同意先啦。咁好啦，如果真係資料洩漏啦，咁啊無論係間公司又好啦，同埋第三方都好啦，佢哋係有機會咧負上刑責嘅。咁啊最高嘅刑罰咧就係2年監禁啦，同埋5萬蚊嘅罰款㗎。咁如果係基於咁嘅情況之下，作為大律師嘅你啦，有冇啲乜嘢嘅 tips 或者有冇啲咩防範措施係可以話俾各位老闆知嘅呢？嗱，如果真係要俾第三方做的話咧，公司應該要同第三方咧就簽一份合約，保證咧就係話嗰個員工嘅資料係安全嘅。咁啊當然啦，另一個咧就可以採一啲software 啦，你自己直接輸入嗰啲員工嘅資料啦，咁就避免咗咧即係一個洩漏嘅風險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 software 都好啦，都一定要有安全嘅保障嘅。明白。各位老闆，如果想避免呢一個不必要嘅風險，就盡快 subscribe 我哋嘅lspcal.com 啦。